好，咱开始吼。1645年5月24号吼，咱之前读到一半啦吼。5月24号是讲有一只即个，就是因为抢一只庞船嘛吼，一只龙客船吼，抢一只庞船，啊再来几啊破病甲受伤的人，船顶有另外迄只原来有。伊是有一只租用的庞船入港来，啊载一寡迄个破病啊受伤的人吼，就是对迄只抢来的庞船来顶头受伤的人，而且伊原来载一张批来吼，是一个商务员叫做 Sting 吼，伫咧本国月12号所写的批，啊批呢是讲就是咱之前读的就是去抢人马尼拉的船吼，啊结果因咧抢的是歹势。因要抢人的船，结果因家己的船吼，迄只叫做佛罗摩萨号，则家己河有爆炸，因迄只船的后半过才炸掉，家己的人才死24个人吼，其中是船长迄个 Simon Cornelis， 咱定定读过即个人吼，着人伤，迄暗就死去吼。好，咱对遮开始读起，迄张批内底写甲讲，4月16号，阮的快艇伫咧Hermanos 附近吼，伊无注卡啦，毋知Hermanos 是啥物所在吼，应该就是相反伫咧菲律宾附近吼。伫Hermanos附近约着一只对岸海来的庞船，提阮所温存因航王帕纳苏兰的通行证吼，所以。我搁看过吼，为虾米伊对面人都有摕通行证，伊搁甲抢来做战利品，搁甲船搁甲抢。因后来后壁写，因为因前往的目的地违反了因的通行证顶头的指定地点，所以你无照规定就甲抢吼。甲因上好的货物搬过来，就是共抢顶头船顶好的物件共搬来吼，甲船顶的人员甲因放去伫即个陆上吼，就甲迄只船，包括伊所载一寡粗货吼，一寡拗鼓吼，同齐放好烧掉吼。搁伫咧本国个2号，搁再一次，本国个应该是5月啊吼，伊是5月24号。本国个2号，搁再一次拄着一只对岸海来的庞船，也摕有含上述迄只庞船共款的通行证，阮所发互因的通行证，但是因为违反因的通行证，载有真侪死，所以也扣留吼，甲一寡无路用的杂物，甲迄寡死仔人，除了43个以外吼，甲因放去陆上。并且呢，将所有的货物搭上封条，甲迄只庞船吼，伫咧商务员 Grumman 确实监督之下，用淡水号和台湾号吼送来处队。迄个处队应该是指台南啦吼，即个安平遮吼，伫 Hermanos 的后面有一个村庄吼，因为伫遐得袂到食物，所以也甲该村庄放好烧掉。事先捌送钱去互因来寻求友谊啦吼，算一开始是要甲因即个和平相处结束，但是呢被拒绝。迄3只公司的庞船吼，3只是啥？就是淡水号、台湾号佮佛罗摩萨号吼，迄只佛罗摩伊挂号写讲，迄只佛罗摩萨号伫爆炸了后，该修理吼，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无法度用吼，无法度使用。所以迄3只公司的庞船呢，伫 Moises Bay，应该是某一个海湾嘛吼，但是无注卡，毋知啥物所在吼。伫 Moises Bay 吼，伫咧本国月7号，含迄寡快艇会合，就是公司的庞船，3只庞船去共抢的即3只吼，
含迄寡快艇会合，含着人搁再一次呢相见，死了9个甲10个人，真侪人受伤，因此伫迄两次的交战当中，死39个荷兰人甲15个希腊人。互兵力大为减弱，只好用上述讲到迄只战利品甲即两只阮家己的即个篷船将所有受伤的人送转来厝地送来台南。即就一开始今仔日这篇是一开始讲的，因所抢来所抢来的船应该是顶头载一寡受伤的人今仔日公司的篷船台门号出航前往淡水，昨昏无法度出航，沿岸继续落雨，强风对南方吹来。5月25号，雨天风像昨昏，天光又搁开始咧落雨。要划中岛的时阵，有一只租用的篷船载着一批受伤的人来入港。也早头前含昨写的开头相像嘛是一只租用的篷船载一批受伤的人入港，而且搁顶头搁载来一张批是商务员，但是这张是无共是 Grumman 所写的批批里写讲，迄只战利品无法度落来，因为伫咧北平沙洲区的城顶面遐，除非是应该是就是搁浅伫遐啦但我毋知影真正行船的人搁浅是安怎讲进前阮早的时阵敢若有讲搁浅，但是这无确定我记得是敢若是3年倒位早来除非是用4只零卡的即个篷船去甲伊拖落来无法度伫遐吊伫遐对此呢，为着要尽量较紧甲该篷船甲伊带入来港内，所以决议要派4只安尼的篷船甲6个勇敢的炮手去遐并且伫咧下晡随来行动，嘛派2个下属商务员甲协助所需要的骹手人手啦去迄只战利品遐特别派去会同 Grumman 先生小心来处理所有的代志，不得使任何物件对迄只抢来迄个篷船顶头被摕走就像讲即寡人被用一个口头或者书面严肃下令安尼就是要保护迄顶船顶的物件袂使去互摕去。各位应该可能毋知今仔日学者自古以来所有即个航过即个台湾福尔摩沙岛的即个船你只要是海难伫咧即个海边去互台湾的原住民看到不管是原住民是毋是还是汉人看到绝对是去甲你船顶的物件摕了摕甲空落锁人可能搁甲你杀死一直以来有即个问题好所以即只讲为虾米遮尔严格规定下令讲袂使船顶物件袂使互摕走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68个人再有一批咸鱼甲糖水，要暗暝的时阵看见迄只战利品趁着海水特劳浮航起来。啥物是特劳才浮航？应该是阴起来才我度这是咧写啥？如果伫迄个沙洲的南方远远的所在来拍定停船伫遐。好，5月26。天气像昨昏，有时啊打扫，有时啊落雨，但是温暖，有味道的南风。早起呢宣判几个犯罪案
并且释放迄个三个有窃盗嫌疑的，并且一直被拘留的即个被拘禁的是哪人？因为因拢毋肯承认，我咧讲毋肯承认就甲因放走吼。而且除了本地原住民以外，嘛无别人提出证据或者是罪证来指控因吼。迄个是啊，感觉荷兰人足野蛮啊，有时啊感觉奇怪，那遮文明吼，像即个因即个对即个判决吼，对司法吼，感觉就足文明吼。今仔日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南方，也有2只高野船对南方载着新茶前来取代，也有一只胖船对安海来食吼，载13个人，再有一批鸽子。哦，另外有一只对平湖来坐12个人，再来3只牛甲20只猪吼，咱即摆定定看到对平湖载牛甲猪啦，主要是牛啦吼。足久以前就听人讲，迄个台湾的水牛吼是荷兰人引进，是水牛还是赤牛？袂记。好啦，反正就是牛啦吼。哦，应该是水牛，我记是水牛吼。迄只厂内的胖船呢，还阁留伫个沙洲区的南边吼，因为真店真无风，所以袂当来入港。好，5月27，即个讲袂当入港的即个厂内船，就是进行讲是战利品的一只船吼。5月27，风甲天气像昨昏。上午呢，商务员 Grumman 被要求送一条锦啦吼，一条蓝锦就是蓝绳吼，绳仔啦吼，去互伊要伫一条绳仔，所以就随送去互伊，以便若是讲会当派伊的胖船啊，无法度来带伊入港，伊就爱家己来驶入港内吼。要活到的时阵，看见该战利品用旁启停，但是因为停靠伤久，已经拢海水咧套牢啊吼，因此就随派一只舢板去遐，命令该船毋通来入港吼，爱拍定停伫遐，一直等到明仔载海水引起来时阵再来入港吼。也请一张批寄去大陆联互政务员 Anthony Boy， 并且同齐送啥物？收扣色办公室的表格，就送表格吼，去互伊吼，送表格送甲本个月6号所公告的中文告示内底抄本去互伊吼。好，遮一个括号来读者讲，像本个月22号送去服务司万布林的迄种表格吼，并且命令伊，就是命令即个 boy 吼，即政务员南区的吼大陆人遐，并且命令伊对迄个意外杀人的案件吼，意外杀人咱之前看着吼，无拄好去写迄个标枪去，无拄好去写家己人吼。按照即个 boy 伊家己的看法去处理就好了吼，算毋是啥物伊个恶性的即种杀人事件是意外吼。好，咱继续读。此外，还阁命令伊爱甲南区甲东南区所有村社户数，拢确实来做成一张表吼，村社户口的表，关系着龙桥迄5个村社爱甲因合做一个村社，并且爱利用机会来甲阮讲吼，看讲即个帕多人社甲达咧就社的人是毋是已经拢迁徙去绿社吼？爱甲迄寡放扫仔社的小村社歹势，迄寡放扫仔的小村社看是毋是已经有甲活起来吼，等等吼，叫伊来报告对吼。要活中昼的时阵，昨日应该是昨日吼，昨日所派出去，前天啦吼。要活中昼的时阵，昨日所派出去要去带迄只战利品的迄寡胖船转来入港吼。
就是安尼写我看无到是战利品入港，还是要去带伊的伊即个旁船入港，看无。伊写讲是被即个 Grumman 先生派转来，因为即寡旁船伫遐无路用，所以应该是迄寡旁船转来，遮战利品无法度入来。5个礼拜。炎热的天气，炎热啦，歹势毋是炎炎热的天气透西南风。今仔日早起派上级商务员 Caesar 带领大批舢板去迄只战利品遐，毋是讲无路用，佫去一堆。去遐呢，以便伫咧无风的时阵，会当用来将该船确实探着海水淹起来时阵，拖入去港内就是要用舢板船去拖就安尼伫咧中昼过了无偌久，无劳上帝，该船顺利来即个城堡头前遮停船因暗派上述的这上级商务员就是 Caesar 佮秘书哈巴和另外2个下级商务员做代表，监督要甲该旁船所在货物要甲落来就是派即寡商务员去监督即个工期，并且要命令因明仔载爱到船顶来检查所有的货物等等就是上船检查啦今仔日有三只旁船出航前往打到要去载酒喝。5月29。风甲天气像昨昏，头前所讲的迄只厂内旁船来靠栈桥，并且伫咧今仔日落真侪所在货物，但是又伫咧半坡，因为固定船的即个锁断去所以必须要停止落货。该船煞漂离栈桥去停伫咧即个港道边的水路顶。今仔日有10只旁船对网港来遮满载蚵仔壳，对因遐知影讲迄边另外有7只旁船入港，已经失去桅杆。你以为讲是一只海贼船。5月30。风甲天气像昨昏，透早迄只战利品搁来停靠伫咧栈桥遮，今仔日积极来落该船所载的商品。今仔日阁有6只旁船载着蚵仔壳对网港来到遮。咱之前讲载蚵仔壳要创要铺路伊要铺迄个热兰野城报告迄个热兰野城市镇即条路无介远啦我知影即条路无介远就是伫咧热兰野城报伊伫咧敢若是外面的话，有一个市镇一个是哪人伫遐组织住伫遐一个市镇拢伫安平啦讲起来就是拢伫遐啦，差别可能是加是几百公尺尔可能无几百公尺我哩以我较早读即个热兰野城日志的上落尾几篇的印象就是因迄当阵要导航，要含即个直升公里对战迄当阵印象中是无介远，迄条路无介长好，讲今仔日有6只旁船载着蚵仔壳对网港来遮要来铺路即蚵仔壳，也有一只自由民的旁船坐着16个人，坐16个人对归人来遮再有一批婆，但是讲写讲是可能是鹿仔婆甲硫磺啦并且带下属商务员 Van Kissel 对淡水所写来一张批，日期是本个月23号。对该批主要知影讲该碉堡的建造已经有一段时间有真大的进展等等。也有2只旁船出航前往时再有一批糖水。我咧想我为什么载糖水为什么毋是载糖含水来做一个载
70担鹿仔肉甲50担猪仔吼，并且有2只芳船项王50担切啦吼，照读猪仔无可能的代志。并且有2只芳船吼，项往南部去掠鱼，合计载有159个人。5月31号，风甲天气像昨昏，无用日落雨。今仔日有一只芳船出航前往金门，载有50担咸鱼甲20担糖水吼。糖去载到遐才用咧水就好啊，为啥拄个我想无，同意的物件吼，去载糖水。也有一只即个项王北部的淡水，我咧摇咱可能翻译的时阵可能无解注意，可能毋是糖水。也有一只项王北部的有一只项王淡水吼，北部的淡水吼，载有230包石好，合计载有38个人。5月结束，咱来读6月吼，1645年读一半啦，6月。因为即马吼生理无啥生理啦吼，小月吼，所以日期呢记了，其实连记数都记了无讲介济，所以读了诚紧。6月初1，天气晴朗，吹西风。受到政府员保育对大木林寄来一张批，四期是昨昏，内容主要是答复阮伫顶个月27号寄去的批，是关内容命令伊去查讲，即只拼音佫写无共遐，巴党甲逐个州社的人去迁徙去历练吼，并且甲放沙社甲我来吼合并的即样代志。回答讲，一直到最近已经有侪摆严厉来命令上述的社人，特别是放沙人爱遵办此事，但是因有缘毋肯顺从吼，应该爱用其他方法来命令因来就范吼。今仔日约伫咧中昼的时阵，迄只进前讲几啊摆的即个抢来船的货物已经拢落货完毕，并且由代表去拍开检查，发现有真侪已经拢淡去了，船顶的货物拢淡，足侪已经淡去啊。有一只芳船对于厦门来到遮，载30个人，载来7担乌糖50匹蓝色的看眼布，100袋茶棒甲40担盐，哇！你看，真可怜啊！即个真萧条的即个生理吼，敢若安尼尔，无啥物惊零、西零、啥物零、啥物零，有诶无？搁一大堆布，拢无，全无。也有2只出航前往北部的淡水去掠鱼，载有183包石好甲50担盐，合计载有22个人。6月初2，好天微风，写一张批去互保先生，用来答复伊最近所寄来批，命令伊讲甲无服从的放沙社、达咧州社甲波顿农社的长老，拢掠来几点的落角去吼，听候搁再来的命令等等吼，就是听候阮搁互伊命令吼。毋听话拢掠去关就对了。今仔日有2只芳船，坐12个人，出航前往南部要去载茶，也有一只对南部来到遮，载16个人，并且载有25啥物咸25担的款啊。也有一只对偏湖来遮，坐25个人，载来100担的硫黄，15担的咸鱼，甲2只牛。该船会大江报告讲，有一只芳船对淡水去偏湖留踮遐吼，甲一寡硫黄交互伊载来遮。也
另外再来一张学习上无完番茄素的批吼，番茄素是敢若是伫淡水遐吼。数期是顶个月15号，首先呢是讲已经接到再使用品去的，阮派去的即个交接再使用品的旁船吼，已经接到吼，以及有6只对网港再招好去的旁船吼嘛接到。因此呢，希望讲该碉堡的建造会当顺利进行，并且遵照阮的命令来建造等等。自从伊顶一回来批了后，有6只旁船，稍等啊。OK， 有6只旁船对网，毋是，有6只旁船对厝地和时仔摕到阮的通行证，去迄边交易落坡甲流黄，其中有几只已经载号离开。伫个加马兰人的请求之下，伫个4月28号，对金包里甲三条做 Theodore 和一个士兵，这落长是写讲，伫4月28号吼，自金包里甲三条吼，有一只船吼是Theodore 甲一个士兵去因的遐去收取贡社吼，迄只船吼，已经寄伫个迄边，寄伫遐，迄贡社囥伫遐已经囥足久啊吼。三年你可能迄个麦克爱禁起来吼。做迄只船，这是你写啥？其中有就是6只有摕通行证去交易落坡甲流黄的吼，已经几只离开啊嘛吼。啊，另外载即个 Theodore 甲士兵去收贡社迄只船吼，到单吼，也无音信，是伫个4月28号对金包里甲三条出发的吼，到单无音信吼。伊佫写讲有一个派去找啥物诶？找伫大肚王诶土地甲淡水中间诶村社长老诶士兵，转去报告讲，迄寡长老全部拢含伊上路咯。OK， 稍等下。但是因为会惊吓，所以呢，除了5个人以外呢，拢秘密逃走。安尼看有无吼？就是本来派去要去找迄寡长老，有一个士兵啦，派去遐要甲迄寡长老带来迄个，可能要带去淡水还是倒位吼。啊，结果即寡长老全部逃走，因为应该是因本来要踮咧淡水遐要开一个地方会议的款吼。除了5个人，其他秘密逃走吼。迄5个人到淡水被和平接待了后，拢已经承诺会就是答应讲要伫个14天内吼，载运迄寡贡士去，并且答应讲会去说服其他的长老也来迄个载贡士去淡水。即场会也佫甲阮讲一寡其他一寡即个一寡琐碎的事情啊，大概要安怎讲，煞袂记。OK， 无记载价值吼，所以伫遮就无爱去写吼。这6个2号写一寡有诶无诶，而且逐句拢写甲老长，我了看无。6月3号，天气甲风像昨昏。游园伫个仓库无用伫查点抢来诶商品，
接到商务员部伊派专人对大白莲送来的本国个1号内批写讲有一个托罗冠社会长老甲伊的2个人，甲苏达旺社、索罗瑞社甲苏巴里达朗社的6个妇女、6个妇人人吼，伫因的要转去厝的途中，考体来甲因谋杀吼，杀死这6个妇人人吼。这个6个妇人人是来迄个铁达甲人社做交易了后，要转去的路中去互杀死吼。因此，保义就请求对此地派8个甲10个士兵去遐去逮捕凶手，并且要去处罚在场的迄寡山区的居民。山区的居民啦吼，阮随就答复即个保义，甲回批讲，因为所讲的迄3个村社，阮在此并无认捌。根据阮所会当查询的，因并无伫咧服从阮的村社之内吼。对即项代志，阮也相当无清楚，因此呢，对要求派兵之事也袂当照办。爱伊尽量较紧将迄个代志搁较清楚写来甲阮讲，等等吼。算分甲请清楚啦吼，无顺服阮的要叫阮派兵无可能吼。今仔日有下日的帆船对几个地区来到遮，有一只是来自南部，再有200罐砂糖，3只来自西南沿海。咱过来看一下，即嘛生理我消掉吼，生理即个时机外歹咱看吼。再来32若乌糖，8若冰糖，2若西柚仔，29包康眼布，70担盐，甲2500袋虾。相对呢，有下日的帆船出航，一只航王片蚵，一只航王片蚵要去载牛，一只去南部要去载茶，然后一只航王是若要去载有一批咸鱼。我啉遮水。这是6月初3。6月初4，礼拜日。今仔日是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我若毋捌听过有即种节。圣灵降临节，敢是耶稣基督去互圣灵降临迄天。好，天气晴朗，微风吹自南方，微风对北方吹来，是写啥？今仔日有下日的帆船出航前往几个地区，一只前往片湖要去载牛，一只前往西南沿海载有10担糖水，一只前往南方去掠鱼，也一只帆船对下门载着50担盐来到遮。这个牧师 Van Brin 对好无人寄来互阮的一张批，写伫咧5月31号。批里甲阮讲，有2个 Dorenap 社的营长 ，Dorenap 之前讲敢若是鹿港吼，以荷兰人的名义对阿索社摕走2个日本的银锭甲一寡鹿皮，但是又搁拢归还物主咯吼。显然是因为会惊吼，因为听讲该牧师要去遐吼等等，所以该牧师就是 Van Brin 吼，伫咧过堂日就去遐，知影此事就下令不得搁再有侵夺别人财物的代志，并且互即个大道王甲有关的人拢感觉真欢喜吼，因来说明讲即个代志是伫阮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以后也袂搁再发生咯。以后若搁有即种代志，会当甲迄个人甲掠起来吼，甲带来好无人，将会得到奖赏吼等等。这2个 Dorenap 的酋长，该牧师
因为某种理由已经甲因释放，但是无原谅因的过错，错啦吼。我来读袂准。只是即个宽限一别吼，后次搁再犯，就爱甲因处罚。虽然如此，其中有一个酋长已经惊甲家己逃走吼，交出伊的权杖吼。伊讲伊无需要伫个 Dorana 社担任酋长吼。博士 Van Bryn 也对迄个地区几啊村社派7个原住民来，要来为着 Tara 巴世的代志来做证。Tara 巴世，这是敢若一个人诶吼，来为伊诶代志来做证。Tara 巴世捌担任 Durjala 社诶长老，伊因为所犯诶迄个勒索诶案件，勒索啦吼，勒索诶案件吼。勒索台语是安怎讲？我袂记啊。伊早呢被掠来处地，有3个善良的迄个少年人伫遐无法度通谋生，因此惹是生非。现在也同齐被送来处地，即群人被长官分发到荷兰人之间。什么意思？荷兰人之间是毋是荷兰人诶？即个关荷兰人诶家落内底？好，那个吹歌。6月初5，风甲天气像昨昏。有5只胖船对船仔来食，合计载有123个人，载有10500倒遐，400个做糖桶的茶棒，250担的盐，40捆茶棒仔，甲20支条仔。接着牧师 Van Bryn 的一张批，写讲伊破病在床，不过副驾室乘务员 Van Kissel 对淡水寄出来一张批，是阮本个月2号初2吼，对偏湖遐迄只损坏去的迄只胖船所转来迄张批抄本吼。今仔日议会决议有鉴伫最近被毁坏去的北方村社居民的可能的状况甲饥荒，若是无爱甲因救济，情况会搁较恶化。所以呢，决定讲要写批互牧师 Van Bryn，讲阮愿意借1000担的册仔去互迄寡善良的人去证因的纠缠，并且帮助因来保证即个后一期的即个著作。伫咧收成的时，无利息来规定公司。根据即个决议，遂寄批互上述的牧师，命令伊来研究此事，就用所讲的册对上述的居民是毋是有帮赞，若是有帮赞，就爱命令因来动手来破雷整残，扶犁整田吼。命令因动手爱犁田来准备来种植吼，并且来批详细甲阮讲，若是代志是如此安排吼，阮就会甲迄寡册用船来送去互伊去分发。6月初6，好天透北风。有一只胖船对烈士来吃，坐21个人，所在只敢有40担的盐。6月初7，翕热的天气，落骤雨是要安怎讲？我查即个字骤要安怎读？骤就是快速啦吼，急雨啦，我哩骤就是
做读做吼，马跑走真紧就是做，青筋赶紧连边豆豆吼，连边甲豆甲赶紧是，毋是倒反的意思吗？好啦，一般咱讲是赶紧吼。好，6月初7，翕热的天气有造雨吼，有3只帆船对南方载咸鱼、石好甲茶来入港，合计做有23个死仔人，今仔日还佫无用伫检查并且分类迄寡抢来的商品。永安呢收到商务员报伊的来批，是答复阮伫本国3号所寄去的批，内容主要是讲最近被托罗瓜人 Terry 台视的迄8个人，伫6月3号是写做6个人吼，所属的迄3个村社，虽然无参加地方会议，但是拢是阮的朋友，就是进行即个报伊写拜托荷兰人派兵去荷兰人拒绝嘛吼，但拢是伊讲，所以即马个社会来讲，虽然无参加地方会议，但是阮的朋友。事实上，伊是想要向阮革命已经真久啊，一直拢是被即个 Derridge 恶意阻挡的吼。而且即个 Derridge 就是拄则讲台视迄8个人迄个凶手吼，而且 Terror 即个小村社归顺公司，并且隶属伫直达站社吼，已经一再命令因来签刷去该直达站社，但是到今犹原毋听从命令来签刷。6月8号，有日的好天气，透西风，寄一张批去予政务员 Anthony Boy， 用来伊来下达关系几项小可代志的命令。不过主要是以下列的方式来答复阮昨昏所收到的来批。阮犹是袂当理解上述3个村社是如何向阮是友好，爱即个Boy举出理由对此来详加说明。不过根据所了解吼，迄是一桩恶意的谋杀，因此命令该政务员爱秘密侦查该长老 Terridge 和伊的共党 ，Terridge 就是迄个报伊讲是凶手的吼，叫伊去，所以就即马即张批叫伊去爱去秘密侦查即个人吼，和伊的共党，以便来证据充分的时阵，爱对付伊的时阵会当来甲逮捕。此外，虽然讲以前就有命令多罗县人爱迁徙去直达站社，但是到今也顽强不肯听从吼。不过也佫毋准就安尼去毁坏因的即个村社，必须爱佫再一次严厉来命令因来迁徙，并且质问因无爱徙的理由。如此，若是佫毋听从，安尼到时阵才有充分的理由对此来下令行动。今仔日也是甲昨昏相像吼，伫咧仓库里无用一寡小细项物件，一寡新仔的细项物件无好的插器等等漆器吼，以及一寡澹去的即个空眼布、抹布等等，拢拍袂去互出价上悬的人吼。今仔日有一只帆船对南方载茶来，也有一只出航载50担糖水前往西南。6月初9，乌阴天小雨，写一张批去寄互乌无人服务司万贝，甲伊讲，伊阁下对塔加马扎以及对多瑞纳社邮长的处理方式，阮感觉真欢喜，并且命令伊爱注意上述的即个多瑞纳社，以后因若是阁再犯错，就会当甲伊处罚。
伫咧送来诶原住民做政治下，做政治下，不担任杜加拉社长落诶 Tara Baije 已经承认犯罪，并且伫咧日中，就是什么意思？日中是什么意思？日中将要甲伊判刑。迄3个善用诶少年人已经来到阮遮，以后会当继续送安尼人过来等等。今仔日有一只胖船对烈士来到遮坐7个人，再来10担盐甲70个做糖桶诶茶包，然后一只是对南方载茶来。6月10号。上午好天，但是以后就落大雨，透南风。游玩像以前无用去分类并且检查迄寡厂内货物，即寡工作今仔日基本上已经完成。今仔日有10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载319个人，载出去货物如下：13篮鹿仔肉、91担糖水、10担藤、25担咸鱼、10篮晒干的蚵仔，甲10个布鲁顿的硫黄。布鲁顿的对注脚讲是重量的单位，一个布鲁顿约是25公斤，所以10个布鲁顿250公斤的即个硫黄，然后2只汉王北冰的淡水，做35个人；2只汉王片蚵做25个人，其中1只是要去装载迄只派去的西南人的即个胖船内底所存落来的硫黄。然后一只胖船对厦门来到遮，载40个人，再来4包空南部6700袋砖仔，甲4000袋叶，甲60担盐。然后一只对邦山来做9个人，再来400张落婆。6月11号。规工日落雨，透强烈的南风。今仔日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载17个人，载出去130担的糖水。6月12，风甲天气幽暗像昨昏。有一只胖船对望港载一批公司的上好来。6月13，天气袂歹，风真细，但是暗时仔落大雨。无用伫咧市区周围建造围墙仔和其他需要的工程，如同已经在此建造一段时间安尼吼。这写啥？上午接到牧师 Van Brin 伫咧本国月10号对普某人寄来一张批，下晡阁接到同一天所寄来另外一张批，这2张批拢是答复阮伫咧圣灵降临节甲第2天所寄去的批。批里命令伊爱探听最近被毁坏去的北冰村社的状况，以及其他有关的命令。对内批来知影讲，伊派2个学校教师出去，但是对其中一个知影讲，另外一个吼，等下即只知影讲啥物代志啊？等下再讲吼。伊才有一个括号写讲，另外一个人是因为河水涨悬，所以真紧就转来吼。好，咱阁继续刷食读吼，讲对其中一个即个学校派出个老师来遐，知影讲 Darien 社和大武郡吼社的纠缠拢已经报警吼，就是鱼仔已经种落去啊，但是有诶已经准备好要报警吼。牧师即个 Van Brin。即个翻译写播种吼，播种是啥？其实种田吼，伊迄鱼仔一开始米是，就是甲鱼仔分做一丛一丛去种诶吼，这才是你，这才是迄个叫做插秧啦吼。大家讲我较迟仔袂记吼。叫做啥？哦，这是插秧吼。播种是啥物意思？好，继续讲咧。牧师 Van Brin 嘛认为讲，纠缠抑未播种吼，抑未报警诶即个北平诶人吼，
应该真少。迄个地区之所以会散车，是因为因甲经济拢无落去吼，无留下要食用的切啊，因此呢，收成是需要的，毋免超过1000担的切啊，而且莫全部同一个时阵载去吼。看起来用即个数量就有够用啊吼。今仔日有一只帆船对网港来遮载15个人，即敢若载来一寡石好。614。风天气大部分像昨昏数工前，一个士兵叫 John Emandus 来到遮，伊到当被派驻一个卡勒毋知啥物所在吼。伊捌家己行过一条通往比南的岛顶的道路，因此呢，就阮提议讲，因为迄条道路对比南只敢若需要3工的路程，而且比平常迄条道路还佫较适合通行。只是有一寡所在真歹行吼，伊想要改动一个士兵，佫再一次去行迄条道路，一直行到迄个所在的东岸。伊认为讲经由迄条道路需要优先对待原住民，并且要用一寡空间部来支付因，互以后的军队会当用即条道路来通行。因此，上述的伊曼德斯就伫咧今仔日早起带一份书面命令，并且按照伊的意愿改动另外一个士兵，为了上述的目的，做一只新仔人的帆船航往南平的淡水，要去探路吼。615，好天，强风对南方吹来，上午宣判几站日的原住民的罪状。伫咧即个情况之下，阮考虑到讲原住民伫拍拉的时阵，因为粗心大意甲一个有蠢名列吼，所以呢，常常发生意外伤亡，因为因大部分的人拢无思考吼，无特殊来野兽投射因的表情，就如最近所发生的几件例吼。因此呢，决议讲将伫咧近日命令政务员施热先生警告邻近的北区各村社居民，以后拍拉必须要搁较适度吼，搁较小心来进行。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不幸事故，患者将不再宽恕，会处死吼。OK， 也派专人送一张批去互 Vanbury 吼，用来答复伊伫咧本个月10号来批，并且主要是甲讲，因为阮对伊的来批知影讲，迄几个村社的纠缠已经拢报警吼。我现在袂记啊，歹势我查一下这个数，艰苦，竟然甲这个插秧台语敢若讲袂记。查一下台语大词典，用这个 Wildcard， 用这个字。在正分应该是讲报产啦，我咧想啦，无记毋对，应该叫做报产。我查一下产报产。我有看到这个数。伫倒看到？
我就找台语内底，找台语内底足多。1973年的，无1958年。你安怎查？你是查对一个词，还是对一个音？我就查华文的词。插秧就对啦，吼。对，啊，就出现足多。好，了解。就是我即马查即个台语大词典吼，我查报产吼，报产就是华语，伊嘛样咧规则一个华语的插秧，就叫做报产吼。所以我一直想奇怪，台语到底安怎讲？毋是插秧啊，但是我想袂起来，是报产吼。好，例句是报，叫例句吼。报田面悠悠，挂钓光喙手。好，这是早春晚报田，这是另外是第二个例句吼。报田面悠悠，挂钓光喙手，就连喙手啊，还是我看遐日文版，安尼写汉文看无。报田面悠悠，挂钓滚喙手。讲报田的时阵嘛，黄啊当遮报咧吼，心会烦恼，无法度修成吼，挂钓就是修成啊嘛吼，光喙手就是心情就较轻松吼。早春晚报田，意思是时机犹早吼。OK， 好，好来，咱继续看吼。嘛派人专人送一张批去互我苏万贝，我已经9:29啊。因为即工落长吼，这一定读袂了。好，咱6月15读到遮好啦吼。我看一下迄个笔记是啥物？要准备做笔记，看一下吼。拄则勒索，睡得足多。安尼吼，好来看一下吼。搁浅叫做跨沙跨搭吼，好，安尼以后嘛会当安尼读啦吼。跨沙跨搭吼，但是我一定会记，会记再甲我讲者吼。3年有写啦吼，搁浅照片互人的台语分是雷达吼，就是阮讲雷达吼。北台湾海边的人讲叫做靠搭吼，对人讲跨搭吼。着对吼，靠沙吼，拢是中语音搁浅触礁吼。台文语音翻译中文语音，共意思无共讲法，语音嘛无共。田中遐即个讲做对吼，也是靠浅吼，所以靠浅嘛是在迄个行船人有咧讲吼，所以安尼应该拢会使吼。因为田中遐含即个行船人较有咧接触着吼，所以机会帮咱补充一寡，咱实在是怎安尼用着即种词吼。西元1624年，荷兰对平湖引进赤牛啦吼，我讲毋对去，毋是水牛是应该是对先仔来吼，赤牛是对荷兰人，可能对印尼遐来，积极来开垦台湾西南。荷兰人是1630年3月伫个厦门附近得到15只牛，1633年伫个厦门附近，这是较3年甲咱补充吼。1633年伫个厦门附近抢了25只牛，1640年对平湖再来真侪牛，迄当阵台湾已经有1200到1300只牛。1647年吼，咱还未读过吼，咱还未读到遮。1647年有船对西南下再来2只水牛，是干那1647年特别写明讲是2只水牛，其他无讲是赤牛还是水牛吼。黄牛台语叫做赤牛啦吼，赤牛吼，应该大部分拢是赤牛，所以台湾上晚一直到1630年，已经咱读过啦，1630年就开始有牛，应该是赤牛吼。
荷兰1624年8月对来福尔摩沙，台湾伫沙洲建一个热兰野城，1629年10月才开始写日志，日志内底写讲台湾早期的牛，无论是讲是赤牛还是水牛，拢是对厦门、福建甲偏河来，并无记载讲有牛是对印尼甲印度来的，所以我印象中的物件嘛是有对吼。天空写讲近来去日本的一个 Okinawa 有一只水牛，过是讲是对台湾早期移民所引进去，迄个 Okinawa 吼。17世纪荷兰时期就有相关记载，蚵仔河糖水甲猪尾酱，俗称叫做三合图，是数百年来传统建筑所重要建材。现代石河工业大量生产是即嘛迄个阿门图吼。17世纪荷兰时期就有相关记载，蚵仔河糖水，猪尾酱吼，三里下叫做俗称叫做三合图。我毋知不甲清楚。好，答弟弟哦，琐碎啦吼，答弟弟吼。答弟弟代志安怎做袂了？圣灵降临节，天主教会翻译做圣神降临节吼。其实基督教会、长老教会嘛叫做圣神啦吼，因无叫做圣灵，叫做圣神吼。因为神嘛三位一体的神吼，圣父、圣子、圣神吼，就这三个吼。俗称做五旬节哦，这是迄个圣经内底五旬节吼。好，这我就袂讲，继续。圣神降临节咱跳过。历史哦，历史，白话字叫做历史吼，历史，历史啦，历史吼。考克，考克，好，大家学啦，我嘛毋知影要安怎讲吼，因为我平常时无机会用到即个词。讲英文，吼，讲钱，吼，讲番头，也讲攀啊，讲攀啊，这也算哦。落率吼，落率，这个我敢若之前伫倒位捌早过看过吼。落率，报产就是报产就是迄个报产插秧吼，赤牛吼，石河田娘娘讲蚵仔河，讲叫做蚵仔夫哦，蚵仔夫啦吼，蚵仔夫，蚵仔夫 ，OK。好，安尼，合就是灰烬吼，叫做灰合吼。好，今仔日咱读到遮吼，咱明仔载再继续嘛吼，明仔继续吼。好，安尼交大家再会，好，明仔载大家再会。